错，反而让苏伟达是退回到了代打的位置，中间方向穿越，苏伟达8局下半代打建功，这时候张志豪要准备冲3垒，华磊没有问题吗？结果被抓到了。杨崇文先生认为说 tag 有 tag 到手臂哦，在这个时候，林文柱教练哇，第1局那个挑战就变得很重要。对，应该会挑战哦。就这个哈、哦，开始滑垒的时候球还没有到哦，但接下来林子豪接到球，再来做触杀。要看这个。对，接到球大概张志豪还差1步哦，那就是看手套有没有碰到。因为这有一点是接球的同时就要顺势去做触杀。对，大概是这个哈、哦，这个镜头。换个角度来看一下哦。对他接球的瞬间呢、啊，因为这是等于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就等于这个动作哈。这个角度，因为手套也被我们张志豪的身体给挡到了，所以我们没办法很明确的确认说这个手套到底有没有去触到张志豪的身体。现在洪楚瑜先生也比出了出局的手势啊！哇，不过挑战失败的同时，林文柱总教练也上来啊。林子豪这个感觉上有用手套遮住自己的表情啊。洪总教练冲出来了。对，裁判应该是判妨碍守备。对，他们在满垒的情况下选到了第1分，这个球内野来考验一下游击手。这个球恐怕会有争议哦。这个首先要看怎么看。洪总教练冲出来了。对，裁判应该是判妨碍守备。对，因为这对攻方是不利的，所以洪总教练马上冲出来。他觉得会有这个动作，是因为他接到球，他想要顺势去做 take， 才会发生这样的动作。这么一来的话，好像也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对，没有所谓的妨碍守备。我觉得他这有一点想要联动性的接到，然后来触杀跑者，所以说你看他手套最后一个往上抬的动作，去接触到跑者。改判嘞！改判呢？那这样子，富邦悍将是拿下了第2分。这颗球主审想了一下之后，才给了好球的判决哦。我也觉得稍微比较低了一些啦。哇，这时候林文柱总教练是忍不住离开了休息室哦。但是好坏球要抗议，林文柱总要小心了。从嘴型很明显的是可以观察到林文柱教练是觉得说，刚刚那球是太低了哦。我也觉得太低了。你特别又在这个判决是等了一下之后才给哦，这可能会让教练、选手会有一点意见要表达哦。我最后林文柱教练也知道这个抗议要对有一个分寸哦。所以出来其实也没有很大声嚷嚷这样，只是听主审的稍微解释一下。但主审通常这种好球赛他不会跟你解释什么。球数取得绝对领先，这一球被逮到在右半边上看台了。这球打得不错，在中间方向的平飞球扑下去就到了。张志豪这一次美记守备，球数取得绝对领先，这一球被逮到在右半边上看台了。Home run， 2分打点的全垒打，中华职棒30年的第1轰。来自于中信兄弟的张志豪，连续4年20轰以上的产量，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对，你只要被他逮到咬中的话，就有可能飞出去了。这个球其实也蛮平飞的，仰角不是很大。我还是成功的送上了第2层的看台啊！这一发2分炮使得黄胜军的领先扩大到了3分。张志豪今年球季的首轰出现在了球季的第1场比赛。变速球的。这球打得不错，在中间方向的平飞球扑下去就到了。张志豪这一次美记守备，大吼一声啊，碎啦！你觉得觉得很闷了，这个球其实是今天攻击里面最有机会形成安打。再来看一下，哇，判断很好，从这个角度来看，几乎是同时间启动，哇，直接接到了，没有问题。扑出去，
哲轩的上一打席是外野的飞球被接杀，这球打平飞球，被扑到，不可能！岳东华这个球，这球出手打在右半边的飞球，张瑞麟左转右转没有接到，而且还不知道球在哪里，哇！传回来之后已经来不及了。对。第一时间往后转的位置没有判断清楚啊，所以会出现左转右转，最后球落在他身体的前面了，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深远啊。稍微受到挤压，而且会有侧旋的效果。最后一刻才发现球，他的视线已经离开球了。绕了一圈。那因为是恰恰打的，所以他往右侧往下旋的幅度很大啊。这球打在游击方向，形成了穿越的安打，获得了受益，要冲本垒，球回传已经来不及了。在2出局之后，先是2垒安打，再是1垒安打。那现在比分又被中信多添了1分，保险分4-2。滚地球滚动的慢了，最后回传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刚好在3游之间穿越，最后的回传比较低啊，恰恰已经回来得分，因为2出局的关系，打到就往前冲啊。对，胡军龙还没有接到球之前呢，看起来恰恰已经快绕过3垒。先落地了，只能把球给拦截。哲轩的上一打席是外野的飞球被接杀，这球打平飞球，被扑到，不可能！岳东华这个球居然扑到，还得到林哲轩的致意哦，真的太漂亮了，不可思议！哇，空中鱼跃，再把球给接捕下来。这是没收掉一支2垒安打，对，哇，滞空时间这么久啊！对，这运动能力太恐怖了。因为右打者打左边呢，那个球是会往左侧的边线旋的，会打出像 hook 那个的左曲的那种弹道，结果还被他追到。